继续来看新北市的议长蒋金红的大汉后生蒋兴忠，去年选立委选无掉，讲伊选立委的期间，疑似甲对手抹黑。伊透过文创公司传播着假消息，讲伊的对手吴秉瑞讲性侵。检调当时发动着搜索约谈，结果蒋兴忠甲伊的助手分别以100万甲30万来交保。若实际咧运作的文创公司的负责人是向申请收押禁见。继无啊挂嘴暗，新北市议会议长蒋金红的大汉后生蒋兴忠去年参选立委失败，涉嫌抹黑对手，服刑了以100万块交保。不觉得被迫害吗？谢谢。破文是你授意的吗？拢无讲话，伊伫海头。不过伊的竞选团队成员嘛被伊送服刑，以30万块交保。去年底立委选举期间，底卡出现一篇无啥名的文章，涉嫌影射吴秉瑞性侵实习生。检调追查发现讲，发文的姓肖查甫人是文创公司的创意总监，10月底将伊收押禁见，继续追查除了公司的负责人涉嫌超度以外，搁调查到蒋兴忠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敢若有牵线，无的中介人有可能是蒋兴忠。去文创公司无人回应，前年捌提过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综合气卫科的标案，被收押禁见的创意总监，竟然是替管中变的黄时大运动发起人，甲那样的关系真好。蒋兴忠以议长后生政治代身份，去年代表国民党出战新庄区的立委，对上拼3连败，民进党立委吴秉瑞败选，又搁涉嫌抹黑，违反选举罢免法交保。吴秉瑞就发出声明，强调守护民主价值，呼吁唔通用无正当的手段来妨害选举，希望司法会当赶紧来调查出真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